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4章。犹大的囝是法律师、希斯伦、加米、何尼、甲索巴。索巴的囝利安娜是雅合，雅合是阿何麦甲拉合，因是索拉人的祖先。何尼是加勒甲以法他的大囝，伊的后代是伯利恒城的开拓者。何尼的后代有以坦、比罗以勒甲以舍尼。约坦有3个囝：亚苏列、以西玛甲以德巴，阁有一个查某囝叫做哈色利波尼。比罗以勒是基督城的开拓者，以舍尼是何沙城的开拓者。提哥阿城的开拓者阿是互有2个某，希拉甲娜拉。娜拉甲伊生4个囝：阿何撒、希弗、提米尼甲哈哈苏他利。希拉甲伊生3个囝：色列、索哈甲以提南。哥斯生阿略、索比巴，伊嘛是哈伦的囝，阿哈克这个宗族的祖先。雅比斯比伊的兄弟较受人敬重，伊的老母甲伊号名雅比斯，意思是我生伊真艰苦。雅比斯求以色列的上帝讲：求你大大赐福我，扩展我的境界，愿你常常甲我同在，保守我无拄着患难，无受痛苦。上帝就照伊所求的赐予伊。苏哈的兄弟基略生米赫，米赫生以斯顿，以斯顿生伯拉巴、巴西亚以及那哈城的开拓者提辛那，这个拢是利家人。基列斯有2个囝：俄德列甲西莱雅。俄德列嘛有2个囝：哈塔甲敏拿泰。敏拿泰生俄弗拉，西莱雅生哈纳辛山国的开拓者约押，因拢是师傅。耶夫尼的囝加勒有3个囝：以罗、伊拉甲拿安。伊拉生基纳斯。亚哈利勒有4个囝：西弗、西法、提利甲阿撒列。以斯拉有4个囝：约帖、米勒、以弗甲雅伦。米勒娶埃及王的查某囝比提雅做某，生查某囝
米利安、后生沙麦甲以实提牧城的开拓者约巴。米勒阁带犹大人做某，生三个囝：雅勒、希伯、亚古特。雅勒是基督城的开拓者，希伯是苏格城的开拓者，亚古特是撒那亚城的开拓者。保定雅带呐含的小妹，因的后代是住伫基利拉城的加米族，甲住伫以实提牧城的马家族的祖先。示文有四个囝：暗论、林那、便哈兰甲提伦。伊是有两个囝：扫赫甲便苏赫。犹大的囝示拉的后代有利加城的开拓者尼、马利沙城的开拓者拉代，以及住伫北阿什比城即幼曼部遮的宗族。也有约敬、哥西巴人、约阿斯，阁有带摩押的女子转来伯利恒的撒拉，这拢是古早的记载。这人拢是消费师傅，是尼他应甲基底拉的住民，因甲王住伫遐，为王做工。西面的五个囝：尼摩利、雅敏、雅利、舍拉、索罗。索罗生沙龙，沙龙生米比山，米比山生米西玛。米西玛的囝是哈摩利，孙是撒克，甲仔孙是示每。示每有16个囝，6个查某囝。伊的兄弟的囝儿无真多。西面支族的子孙无亲像犹大支族遐多。西面的后代住伫别是巴、摩拉代、哈萨、苏亚、铁拉、伊心、德拉、比托利、何尼玛、西吉拉、别马加卜、哈萨苏萨、别比利甲沙拉因。这个城一直到大必做王的时，拢属西面支族。因也有伊坦、阿因、林文、多根甲阿山5个城。较附近的庄舍，直到巴力城，这个是因大的所在，因拢有记录伫家谱。下面所记载这个名，拢是因宗族的族长米索巴、雅米勒、阿玛谢的囝约沙、约尼、约西比的囝亚户。约西比是西莱雅的囝，是阿实的孙。伊利约乃
雅各巴、约束海、阿珊雅、阿底业、亚西灭、比拿雅、是非的囝西撒。是非是阿良的囝，阿良是亚大雅的囝，亚大雅是辛利的囝，辛利是示玛雅的囝。因遮个宗族的人也加添真多，就去基督的入口，到山谷的东边。找饲羊的草埔，因找到肥佮水的草埔，看清净佮安全，因为早前有汉族的人住伫遐。顶面所记遐个人伫犹大王希西家的时来攻击。汉族的布边，甲遐所有的米乌尼人，将因彻底扫灭，就住伫即个地方到今仔日，因为遐有草埔通饲因的羊群。西面之族有500人去到以东。因的首领是以士的囝比拉提、尼利雅、利法雅甲乌瑟。因杀死逃走袂离，剩落来的阿玛力人就徛起伫遐到今仔日。